各位同學，我係方 Sir。今日我想同我班同學同大家一齊分享一本宗教圖書，書名叫做《小天使安琪》。不如大家一齊聽下故事係講啲咩㗎？安琪係年紀最細嘅天使，由於佢身形細，所以好多大天使都冇留意到佢。一日，大天使喺宇宙間穿嚟穿去，忙住為天父嘅計劃做好準備，因為耶穌基督就快要降生啦。安琪年紀咁細，佢點會明白天主嘅計劃？安琪身形咁細，真係冇人適合佢幫手啊！安琪而家唯一嘅工作就係打掃喺銀河跌落嘅星塵。佢將閃亮嘅星塵一粒一粒執起，放入袋裏邊。不久，安琪遇到守護天使加比厄爾，佢準備飛落人間，完成一個任務。不如我跟住加比天使到人間，講唔定可以幫佢做啲有意義嘅事。安琪靜雞雞跟住加比天使去咗瑪利亞嘅屋企。天主已經揀選咗你做耶穌嘅媽媽，佢好快就要出世啦。安琪聽到呢個咁重要嘅消息後，興奮到準備嗌咗出嚟。我可唔可以留低照顧瑪利亞，直到小耶穌出世？都好，不過你一定要跟從天主計劃行事。講完呢句話後，加比天使就飛返咗去天堂。如果我能夠知道天父嘅計劃就好啦。不過我相信呢個一定係一個好偉大嘅計劃。第二日，瑪利亞就着手為耶穌佈置房間。安琪靜靜咁睇住，係瑪利亞就快完成佈置嘅時候，忽然諗起佢要同約瑟到白冷交稅款。白冷離呢度咁遠，唔可以等到小耶穌出世之後先去咩？但瑪利亞同約瑟已經決定咗要去白冷，希望咁樣唔會破壞咗天父嘅計劃。既然一定要去白冷，就要與別不同。不如等我安琪安排最好嘅交通工具俾佢哋啦。大象睇嚟幾夠體面，但係邊度可以揾到大象啊？駱駝都唔錯，但係邊度可以揾到駱駝啊？白馬夠威喎，但係邊度可以揾到白馬啊？你哋估下，安琪最終揾到乜嘢動物？哦，原來係一隻年紀大嘅灰色嘅鹿。瑪利亞同約瑟終於嚟到白冷。嗰陣，小耶穌就快要出世啦！天主嘅兒子一定要喺最華麗嘅皇宮裏面出世，但係白冷冇皇宮喎，咁不如去全白冷最高級嘅大客店啦。於是安琪逐間去揾，可惜全部都爆滿。安琪只好去揾小旅館，弊家伙，白冷所有旅館都滿晒。安琪急得就快要喊出嚟。點解所有嘢都唔跟天主嘅計劃去做？而家小耶穌可以喺邊度出世啊？小耶穌最後會喺邊度出世？究竟天主嘅計劃係點？小天使安琪呢本書將會解答上述嘅疑問。有興趣嘅同學記住快啲去圖書館借嚟睇啦！